各位歡迎收睇有線新聞，我係陳書君。亞洲杯外圍賽第3圈 C 組，港隊第一次喺啟德主場館比賽，憑住史提芬彭利拿補時5分鐘射入12碼，1-0贏印度。姜家賢報導。足總主席霍啟山早前話要坐爆啟德，目標達成。紅衫世界排名153嘅港隊對住高26位嘅印度搶到先機，洛迪古斯省中祖連奴高出，爭取連續2屆踢入亞洲杯決賽周。李霄恒起腳被撲，球迷入場支持，球員積極表現，孫明謙起腳被擋。印度足總賽前發文話要破壞港隊喺啟德嘅派對，高拿高接到鍾樂安反擊幾乎搞掂，古魯尼恩最後一腳射高咗。港隊半場最近嘅一次，鍾樂安仲有門前嘅周元德未能夠把握到，俾印度守衛護空門。主教練韋斯活賽前就話噓聲有機會影響到球員表現，而今場更加多嘅係打氣聲。費蘭道推上起腳，俾基夫撲出底線。印度都有機會，贊加迪推大位起腳，考驗唔到葉鴻輝。港隊第12人希望發揮力量，對手開罰球嘅時候開電筒，高拿高一腳射上觀眾席，踢到補時後備入替嘅米高俾印度門將基夫侵犯，港隊搏到12碼。史提芬彭利拿為香港足球創歷史，中柱彈入。2022年作客印度輸0-4，3年之後贏1-0攞到寶貴3分，港隊相隔15年再次擊敗印度。42,570個入場球迷呢一刻盡情慶祝，一班球員完場之後都仲未肯走，繞場感謝球迷支持。就算係比賽完咗之後，球迷遲都唔肯散，因為佢哋想揾港隊嘅球員簽名同自拍。港隊下一場比賽將會喺10月9號作客孟加拉。有線新聞，各位歡迎收睇有線新聞，我係陳書君。亞洲杯外圍賽第3圈 C 組，港隊第一次喺啟德主場館比賽，憑住